歡迎大家收睇新股速遞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就叫做文苑之行啊！咁啊，公司做一個自動駕駛嘅系統啦啊！咁當然同市場上非常受歡迎嘅一啲自駕AI 等等項目咧都係有關聯嚇，相信都會受市場歡迎嘅。10月28號開始招股，11月3號早上9點30截止認購啦。上市日係11月6號發行價格35蚊咁入場費3500蚊多啲，集資額就30個億多啲嘅。嗱，睇翻佢有個 W 即係同股就不同權咁嘅情況啦咁似乎咧喺外地方面有參考價格咁預期可能爆炸性就會相對係局限嘅咁大家自己睇下認唔認購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